人責任要管家，家中功夫懶做太過差，我口乾睇下個茶壺，完全未有茶。三家斷一我實要打啦，打咗8圈你仲要打？未曾食過半泡我實要打頂啦。唔係我諗啊亂咁將你話，家務拋開去打牌，應該遭責罵。飯氣任你將我罵，我難作罷，要我受氣聽你話。好話豈能容讓我唔順氣點下？你再亂咁講説話，嗱我又再打多8圈㗎。你若再沉迷落去，家務完全唔願掛。點算係沉迷落去？只係大眾娛樂下，又唔係賭狗嘛。你當你王爺咁大手，令我笑掉拍牙。我哋成伴侶共定佳話，應要互助，互愛相關心，才算是好對象。既是名分已定下，創造個好家庭，應份以家庭為上，個人就當得下。我父母有家財，豈會日日去捱嗎？又點會夜夜去捱嗎？你唔願顧家，只有人話。小姐鍾意你無權任意查。你恃住有啲家財，有啲身價，就咪出嫁咯。你咪出聲，喂冇人會話你啞家。你語意更鮮明，我氣天下。我係才子女噃，我不聽旁説話。你入得我門，變成我家下，你就要聽我話，不講金錢。金錢難道你唔重視？你做個小姐兒，我不過為愛至跟身價咋。你係捱窮，願意跟我